台南市建平爱心会成立至今已经11档。爱心会每年固定春节、端午甲中秋等3节，伫庄里内做册低收入户、边缘户甲独居长者，每户600块的红包甲应景的礼品。上午包括台南市不动产职业工会、大台南新百合妇女会、甲台南市食品职业工会，嘛拢主动加入爱心的行列。分别加码赠送红包甲礼券等。我们长期都是一些爱心人士来固定我们赞助，我们没有什么固定有会员制的，我们是随缘呐。但是一直来，我们都一直在落实在做啊，所以说我们的爱心基金会越来越多啊。今年的话，我们都是自己来，那我们都外界来，我们都算加码。像这次春节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很感谢不动产职业工会，还有百合妇女会。还有视频工会他们都算来加码。那真的很感谢他们这个3个单位来过来这次的加码，赞助我们的里面的弱势家庭。做爱心这种事情呢，就是要集众人的力量啦哈。因为本来就是只有建平里的那个傅建峰副里长在做，那毕竟他的爱心延续了这么久。假如说能够有更多的那个民间企业或是社团，然后来一起的话，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些在寒冬的这个季节得到更多的温暖？人间之所以有爱，就是让我们能够多付出一份爱心，能够关怀到每一个黑暗角落处这一些不被重视的人群。我们大台南新百合妇女发展协会，我们每一年的活动都有寒冬送暖这个活动。那这一次我们新闻建平里里长他有这样子一个活动，我们发动所有的里监事，大家都付出一份爱心。好，我们给这个建平里社区的居民，能够每一户都有600块的红包。建平里长傅建峰表示，爱心会经费主要拢是里内善心人士捐赠，对200、500到1万拢有。加上为伫里内不动产职业工会，伫去年参与里内爱心义卖，嘛捐出所有的所得。以及建平里民当时嘛是百合妇女会干事庄俊麟，嘛以个人的名义加码600块的红包40包，希望帮助建平里的弱势家庭会用的好过年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